大家看看这个被人那个扔出来的鸡柜，有了力量，现在给送过去。你说有人给我一个家了，也谢谢大家，我这鸡柜，知道吗？好，给送到那个新主人家啊。这些也是从我这里红包啊。走。这泰迪在外面流浪好多天了，现在让他吃顿早饭，一会儿给干哥送我。我也把狗送上门了啊，好了啊，大盆啊，再也不流浪了啊！也谢谢大家的爱，别跟你讲，大老板，就那个这大厂房里也那啥的，到这先溜溜，回来给你洗脚美哦。好，回来接家也养，这狗不错，挺好，这又添一个小狗罩。